安。平安。因为会当代表咱的记好，伊伫总会的时间讲第4代做负责人。特别我有机会对了，就是爱我到所在去带代表请安，我真欢喜。伊就指派我今日爱来见识到，见识到其实我40几年前，我伫遮做学生的时，就是咱遮实习，咱见识。我真感谢恁，互我有一款的机会，我伫遮一番代表我去家庭，甲恁讲，万主尊贵平安，家庭幸福咱过一摆请阿头三个祈祷。所以阮伫遮学了敬拜时，阮若要对你唱歌学了，阮若要对阮的身体甲你亲近，用你英文讲，阮若亲近你，你就亲近阮。所以既然爱到伫主你面前的，要你着好去。我若伫即个时阵有祈祷、有代祷，也要头过你的话，三不对了。而我伫遮也要听你的话，到底要对阮讲啥？求主帮助阮，讲的明白，听会知影，然后对阮上帝的话听。伊倒可以所名来听。因为是新眼光的技能做哩，所以我就用新眼光这个理解，一般用台湾叫做去上人的双眼看出去。咱拄则有滴落会记迄个宣教是迄个台湾台目睭，也讲目睭是恁身躯的灯，恁的目睭若光，全身躯就光；恁的目睭若暗，全身躯就暗。即句话你讲去目睭才了解，就是我是有了读神学以外，我伫马家庭拢是咧做心理辅导，所以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也是基督徒，是心理学家，伊咧讲即句话，伊讲咱一个人的目睭若对咱内底一直看家己，伊讲你会看着讲我哪比别人较有够量，较不足。较欠缺，较软弱，拢会看即个。第二句话讲，咱若会当将咱的目睭看较远，你看到的是无共款的体式，也你会看到无共款的即个世界，当然嘛有歹的世界，但是咱目睭毋通看遐歹。我退休了，我就爱去爬山。我爬山了，我迄天走去迄个奥子坪咧，阮顶头看。哇，迄个足水的一个光景，我就感觉讲，上帝创造无论你路你行，你看到一堆花小花、小花，就足水。伊甲我去山上的迄个百合花足多啊，迄野百合足多。我就感觉讲，来遮看，嘛有真侪启示，你讲去上帝创造的奥妙。即个学者伊特别搁讲一句话，讲咱做者基督徒，咱有信仰，还搁有一对目睭，一对目睭啊，袂使讲一对目睭，两对目睭相眼吼。如果咱若对信仰来看咱的人生，你会看到搁较水，迄个永远上帝所要期盼互你。安尼伊意思是要甲我讲一句真要紧的，伊讲咱若一直咧看咱家己的时候。咱有当时感觉讲，我若比别人较歹吼。我做文条去甲讲，有两种宗教咱袂使信，这是像囡仔教我。比如讲，无事话讲，我甲恁讲，世间有两种宗教袂使信，你知无？世界有2种宗教不能信。我讲啥物？我可能是睡觉，不是，是比较跟计较。因知无？比较甲计较，你用欢喜来囡仔，互迄囡仔。比较就是讲，我定甲人比来比去，我咧比人较好，我人比人较输，较袂晓好呀。咱拢甲人比较，袂记咧我家己对家己比较。我今仔日安尼明仔载我比今仔较好就是 OK 啦吼。
但是咱拢甲人比较，啊计较的心理化，啊你对我，我对你好，你若对我歹，啊咱就会产生情绪，这个情绪拢是对安尼造成。我家己伫准备今仔日诶分享的时，我就看见讲，咱活伫即世间，到底咱做一个基督徒，对于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咱的目睭、咱的耳孔，到底有啥物款特别无共款的概念？咱拄则所读即个马太福音书第13章，特别耶稣伫即个所在讲，恁的目睭是有福气。啊，为什么讲恁的目睭是有福气？耶稣伫即个所在是学生问伊，问讲啊，你哪拢用比喻？啊，伊引用以赛亚讲啊，人的心吼，若钝，就看袂清楚，听嘛听袂清楚。啊，但是咱互上帝拣选的人有福气，这是一种的祝福的话。意思是讲，咱袂当甲上帝亲近，咱阁有一个真要紧的目睭，就是属灵的目睭。啊，即种属灵的目睭，就是咱基督徒特别福气的目睭。我有当时会去外乡街骑脚踏车，早起时啊，我来骑脚踏车行行，会拢会拄到一个差不多50-60岁的老姊妹，目睭无看。但是伊对外乡街也是讲诶，恁知影外乡街来到阮迄个树林迄个所在，也有一条溪叫做双溪，双溪啦。啊，伊安尼行迄个人行步道，我是骑脚踏车。啊，我拄着伊，我拢来讲老早。啊，我讲啊，某人，啊你，我是负责伊个，我开讲啊，某即个老姊妹，啊你阮倒来？伊讲我阮外乡街。啊，我你安尼袂滑迄溪啊？你家己一个无人甲你带，有啦，伊讲哦，有人甲带2摆，啊伊就记牢的，啊伊就会当做稳定，逐工安尼行来到迄个文化旅游所在。啊，我就起初有当时想要甲开，我毋免啦，我有两对目睭伫我的头壳顶，恁知影啥？迄个眼睛看不到，记性足好，记性足好。啊，伊讲我行人带我2摆了，我就知影讲我要怎行，啊要怎倒转去，哇，够厉害！我定学落，我甲你按一个赞，因为你无因为家己失去目睭的光明，要顾你还阁有心的目睭，你的内心。咱知影人伫世间有时伊阮的一寡遇到苦难，啊，但是咱常常拢互遐苦难甲咱拔掉呢，啊，毋知讲上帝要甲咱讨伐，啊，咱拢家己去困家己。我有一摆去北投，新北投迄个所在，露天，我拢最爱去8点到10点，迄免钱，阮条KK免钱的吼，我拢去浸雨水。你知影迄个露天的迄个温泉啊，来到边啊，遐有一间足特别的图书馆，是国际有名的吼，叫做迄个伊是免用旅景去的吼，伊迄拢做是通风的，啊，伊遐足侪人足爱去遐看册，啊我浸雨水了后，我到咧我就走去看册，啊我看到一本杂志，哦，我足感动，这运动杂志，运动的杂志。啊，伊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假的啊，我就来看，我讲这个故事伫写讲是，伊讲伫这个瑞士吼，瑞士有一个叫做阿尔卑斯山，啊，伊一个头家伊就讲要带这个员工讲，啊，咱遮旅馆安尼经营，啊，咱嘛来爬看卖啊，啊，爬到阿尔卑斯山吼，啊，是这是为什么遐侪人爱去爬？但是因伫遐的设计吼，瑞士的设计是讲对山骹到中间有一个休息的，即个活山也是补给的一个所在。啊，但是吼，迄个所在伊创一个足水的迄个view，就是讲迄个视野，会当直接看到阿尔卑斯山的顶峰啦。但是即个故事里描写，即头家带遮员工啊，和其他的遮要爬山的，啊去到
到4点钟要倒中昼，大家伫遐食饭洗者上久，大家食饱了后，去啉小小的可可啊、咖啡啦，还是食一寡补充体力的物件。有一寡人吼，就爬到顶头呀，来讲我们爬到顶峰了但是这个头家感觉足奇怪，讲哪会到中站的时，有真侪人无要讲你。伊讲啥物？阮就看会到啊，足满足啦，就是讲足满足啦。我读这个故事的时，我咧思考讲，这个故事的作者为什么伊要写呢？其实伊咧讲的有对咱人生有一个提示。咱有真侪时阵啊，到某一个程度，咱要讲到尾啊，毋免搁拼啊，毋免搁冲啊，安尼就满足啊。伊意思是安尼。即我想起创世纪第11章你若看袂记，一定爱读创世纪11章。你著记来讲，五个人是5个人偌几岁生了就人生就结束。我真侪人问讲，圣经即章才会歹读，读了拢拄有我就困去啊。但是你若读到最后一章，足有意思。11章的31章，伫迄个内底有记载一个阿伯人，就是阿伯拉罕伊的爸爸，就是他拉。伊圣经上讲，伊对伊的这个故乡，就是5年，来到这个哈兰，伫迄个所在，伊就无想要去，无想要继续。为什么无想要继续行？伊讲哇，遮侪因的这个牛羊财产到遮个家己厝内遮个包括保女皮等等，遮大大。伫4、5千年前，迄阵要行遮侪的路无好行，伊就是讲到遮去啦。伊无够上帝要应允伊的家人对。咱知影咱定咧讲是阿伯拉罕，伊的前妻叫阿伯拉罕，伊上帝启示讲，你着离开5年，来到我应允你的对。其实行。但是后来我咧研究圣经的时候，发现着讲，为什么他人伊来到这个哈兰的时，伊就无想要行。后来我研究这个考古学研究的时候，发现着讲，哈兰原来就是迄个时阵诚好的商业都市，就是讲就伫遮诚好势安尼好啊，伊个敢有比这较好？意思是讲。你上帝要用我迄个迦南地，敢有比这个哈兰较好？这是这个哈兰意思。但是上帝甲阿伯人讲，毋是就遮，你着搁行。所以阿伯人这个行到上帝应允的迦南地。咱读圣经真趣味。为什么我特别要提讲他兰？他兰有时伊的心境，就类似咱每一个人的心境。所以讲我退休10几年后。我拄则一个兄弟甲讲，你敢若60年无啦？我已经70好几啦，袂使讲的啦但是我家己心内就是讲，我敢真正退休了，就 OK 了吗？感谢上帝，我另外摆有做的这专业的训练，所以即摆真侪机构拢足爱我，因为因欠这个老师。我就想讲，我阁路用上帝，毋是叫我退休了就休啊，我阁会当做工我。所以我对这遇到一个启示，讲上帝互咱的一个应允，迄个特别的目睭，是上帝互咱迄个相爱、上帝的相爱。我为什么讲这个？是因为我搁看到希伯来书这段故事。伊讲有真侪人来到伫这个人生的过程之中，停顿伫遐，有人就伫迄个徘徊中间，伫遐咧徘徊。就是行不出，所以我家己咧读圣经，我就爱讲保罗伫讲人生有3个字，咱一定爱记，就是什么？信对不对？搁来5嘛，搁来爱，信我爱，这3个。逐读高中的时，我咧过到头拢有信我爱这3个。我不是咧想人生为什么保罗咧讲人生？就是信，
5万人台。啊，这3字要怎样记？当然伊强调上人台是重要紧，但是我感觉讲，毋是信心甲5万无要紧，嘛是足要紧。咱做一个基督徒要怎样有信心？所以基本来说，伫即个中间讲，有个人伫人生的中间，伊会停顿，咱才有看到5万。哦，只有看到单一拄着。所以我今日会当甲咱分享就是，我要讲3点，头先就是我要强调的。基本来说，要强调是讲信心就是智慧的目睭。信心甲智慧有啥关系？哦，咱拄仔迄个姊妹咧带咱比目睭，搁安尼考一下。信心为什么是咱智慧的目睭？而且基本来说的作者，你强调就是，伊讲伫旧约内底有真侪遮的信心的老爸吼，信心之父，是讲遮信心遮侪人吼，因的人生的中间。虽然袂当完完全全也看到，但佫因为存信心甲5万的时，啊上帝祝福伊。所以虽然看袂到，所以有一寡祝福，毋是看会到的。我做过着咧教真侪上帝团体也好，双联大学也好，我咧甲伊分享的是，我定咧讲吼，你留伫世间吼，毋是讲我钱财产偌济留到死。像我老时阵，像我爸甲你喷啊，细汉拢是无去。啊，你拥有的若是敢食的，嘛会无去。咱基督徒第一要紧就是看到迄个看袂到的产业较要紧。啊，这是伊表示足强调一个所在。所以伊讲伊信心，就是咱甲上帝迄个配合。所以咱讲信用，迄个用，就是上帝互咱有一个应允特别的。关系，我最近有研究一个专题，啊，伫迄个专业界分享，是讲上帝创造咱人的时，除了讲互咱有一个灵，哦，咱有一个灵，也互咱有一个使命，就是管理，哦，咱读创世你就知影。搁一个真要紧就是关系，迄个关系是啥物？甲上帝的关系。啊，咱今仔人类的对落就是甲上帝的关系失去。啊，所以比较咱人拢用家己做主，啊，比较咱所看的世界，你看着，即马真侪遮个真侪歹的代志吼。我伫网络看到一个趣味的一个说明，吼，讲即马东西南北中拢有遮个霸道的人，你知影东就是你指倒，就是你东边嘛，吼，东边就是指即个俄罗斯，哦，即个。这个普京对不对？西是你知道的，即嘛美国这边，这个川普，中是你知道者，指这个中国的习近平，北是你知道者，北韩，是吧？这个金正恩，南呢，指菲律宾的杜特地。伊讲哦，即个霸道起来，世界开始乌袂断啊！即马有可能就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安尼讲。当然，这咱毋免去有确切，咱较要紧是，咱甲上帝有约，咱甲上帝有约，这个约就是信心甲5万的结合。所以有真信心的人，伊会看到上帝所互人看袂到迄个智慧。所以咱圣经常咧讲，因为后法就是智慧的开端，就是讲你心中有上帝。你就有智慧，有智慧就是你知影要怎样去过有意义、阁有价值的人生。我看到一个医学的杂志，就是讲上帝创造咱人的目睭吼，每秒会当安尼收到400万位，这是一个伊的单迄个位的资讯。伊讲这个，伊讲其实咱的目睭若安尼看着。哦，有足侪物件输入你脑袋内底，但是问题就是讲，你迄个输入的物件，你会看得清。你知我住树林，我足爱去故乡，故乡最近就从迄个古早人为的迄个山水，
用3D 动画甲制作一个动画，我人去出来记的时，我人去看下咧。3D 动画从一个古早死的物件一百个，伊那个动画变一个故事，叮当用迄个3D 的动画，咱有机会去高中去看，你会看到足趣味的古早的图，变做会叮当的故事。我伫遐就想着讲，上帝互咱有一个目睭，这个目睭会伤眼，这个目睭正要紧就是讲，咱上帝互咱的物件，上帝为了输入咱的脑内底，咱会产生一种的解读解释。你要怎解释？我有当时读圣经，我感觉讲，后壁人汉伊嘛会怀疑上帝，后壁人就会讲你的囝孙偌济，汉讲我连一个囝都无上帝互伊一个美事就是讲异象啦伊带迄份报名出来，毋是啦，伊讲看天顶是啥物？星，伊讲你的囝孙要成为天顶的星才做。我咧读这段圣经就是讲，你上帝有时互咱一个美事，上帝应允的美事，就是迄个异象。迄个异象，你有信心要去做。所以，这个异象其实后壁人为什么诚多后壁人喊，就是因为伊看到这个异象，伊有一把新的图，伊的脑内，所以伊知影上帝要应允互伊，一定会成。上帝到伊一百个，真正互伊有叫。所以我咧读这个圣经的时，我常常用这种的角度去看。上帝互咱足多一款异象，迄个图，你想要得到，这就是咱爱有信心的看，这就是头车。第二项我要讲，伫旧约以赛亚书第43篇19节，伊有一段话讲：看啦，我要做一件新的代志。如今你发现，你敢毋知啦？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工。咱若捌去以色列，我捌去以色列到埃及，约旦，特别去埃及的时，去看迄个耶稣逃难，细汉的时无迄个导览去埃及的所在，迄边有个受难迄个流浪的迄个礼拜，阮就阮沙漠。你沙漠是常常你变迁，其他你去看着路，袂使迄个路就无去啊。为什么？因为沙漠拢定风若吹的时候，我就看。我咧阵的迄个导游作出就讲，来，一个交美金10块，我就讲好啊，10块。为什么？从以色列到埃及开路，爱经过沙漠，你知影？后来阮聘一台啥物？聘一台叫做导航的迄个警车啦，所以迄个导游人开玩笑讲，你遮个牧师来遮考察，恁拢 VIP 的啦，所以才有警察来甲恁带路啦，咱这个大官人要行的时，头前了有警察对不对？警察车咧带。我你看这个时，想到就正，就是讲，上帝爱咱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上帝所应允，虽然头前有像有沙漠，但是却会当上帝伫这个所在要互咱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工，这就是一个新的。我想起圣经内底有一个故事，就是咱大概第9章17节，耶稣对当时的人讲一个比喻，讲迄个新酒袂使放在旧的皮咯。恁拢知影这个圣经的话，这个其实我若用我家己的了解甲信仰的解释，我感觉讲旧的皮囊，咱即摆当然酒拢放伫迄个酒瓶吼，但是你讲古早是旧的皮囊，就是羊皮落去做的迄款迄落皮囊，酒在个，但是你知影皮囊吼，久用久吼，会使用迄个断裂吼。新酒是较甜，我有一摆去夜市买一条皮，我甲问讲，我这个皮管会断去，伊讲你用几年？我用10几年，10几年当然嘛会断去，因为你迄个皮的弹性已经无去所以断去，我就讲买一条新的。
伊讲哦，你着爱较食来用的哦，无迄个然后伊定期了，你就无法度。啊，即嘛我一个启示啊，所以讲新酒袂使放咧旧的地方，什么意思？我甲解释一下，你的心思意念若一直想旧的，啊，上帝要互你新的祝福，袂就互你就变。啊，你知影？所以你来换你的地方，迄个地方就是说换咱的心。所以保罗你讲，你着心意换心来变化家己。啊，咱无法说安尼写。心意换心，迄个心意换心就是讲，咱内在生命爱不时去做更新换新，啊，然后上帝迄个新的物件才会起起来。你若讲啊，我无啊，到遐啊就无啊。讲到这，我就搁想到，李良啊，原来对第四章你讲伊丽莎耶稣啊，伊丽莎。伊有拄着一个伊也先也是先知啦，结果诈死。啊，伊某来讲，啊，伊丽莎先知啊，我欠人钱啊，即个债主讲叫我着囡仔甲带去做路财，啊，我要载伊。啊，伊甲讲，啊，恁兜有存钱？我讲我倒存1块2啊尔。伊讲安尼哦，你紧去借，所有厝边的迄牛拢甲借出来。即我想即个。所以你的太太伊就想讲，我叫我借这个，敢若是咧创新。原来伊讲借所有人，迄只个瓶子拢来，啊伊才用，叫伊讲甲你囡仔啊，伫厝内啊，你种1罐哦，一直倒，哦，所有的厝内借来，哦，足多，拢倒满，啊倒到啥物程度咧？迄囡仔妈妈问囡仔讲，搁剩还搁有无？伊讲没有了，剩下最后一瓶。啊，最后啉就倒了，油就全平。啊，咱看迄个心也真趣味。我咧读圣经的时候讲，伊安尼意思是你甲伊讲是，意思是讲，咱就是讲，啊，我干食的，你若干食的，几个足少，啊，你若讲无啊，我最多定鼓励家己讲，食老袂使讲我毋免去读书，所以我做认真读书，啊，毋是啊。我就读书，啊看册，看足侪无共款的册，刺激我家己头脑，那互我退化，我足惊退化，你知影退化嘛爱互牵，啊即马失忆症哦足侪老人，啊所以我想讲，你刺激我家己头脑，嘛讲我会当搁较有真侪新的物件。所以咱伫圣经内底即段意思，其实你对咱一个启示，你有新的感觉，你爱准备一个新的心啊。上帝要互你的物件，毋是干即马安尼。当然，我要讲的是财产，就是讲，互你有丰盛的属灵的福分。但最后我要讲就是讲，咱就爱向即个意象去行。有信心的意象，你有新的眼光去看，啊，即个你就会得。保罗先生伫腓立比书一句话，咱大家真熟悉。第4章13节，讲我对迄个心思，我对咱的，我凡事拢会。人是讲，我读这道的时候，保罗比较小下，我敢有信心，我凡事拢会吼。啊，困难敢嘛会，但是后来我咧甲思考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保罗伊用这款的意念去讲，其实是咧鼓励他。咱伫世间无迄个讲一帆风顺。人生无迄个完全，但是上帝互咱的迄个物件，就是无完全嘛反转正面的。所以我不时去做这，最近我有拄着一个叫做忧郁症的，啊找我告诉我忧郁症，啊我要怎样？啊我就甲讲，啊伊实在忧郁症，啊阮老爸有忧郁症的，啊我老公嘛忧郁症，啊我是不是遗传？我讲你若安尼想哦，你就忧郁症。因为你一直想讲，阮老爸、阮老公有忧郁症，而且我家己伫医院遐久，忧郁症毋是完全拢先天的，忧郁症有时是外在压力，啊有时是你压力家己伤多。所以咱知影伫咱的人生生命中间，咱要怎样来改变咱的生命？就是讲，你看到一款的物件，你有快乐。咱基督徒，伫顶个教会特别
较欠讲圣神的教，圣神的开达。保罗先生你讲我靠迄个手术啊开达，其实就是圣神的开达。圣神互咱有开达，咱就赢过最多。咱知影人拢爱有意向，讲到意向，我就足想讲创世纪12口章以后，你讲撒拉约瑟的故事。约瑟对少年好，伊足有意向。伊就看到啥物兄几个草球啊，甲伊拜啦，啥物甲伊拜，伊足大个，分遐兄佫气到要死，找一工嘛要甲害死，害死，佫真正甲害呢，了袂了死啊！一兄弟讲毋通好死，逐工无咧甲背去，无咱老爹伊就来哭，结果就袂去埃及，袂去埃及，过去有主人的迄太太甲有迄袂无个迄就搞到怪过落。我就咧想约瑟一定是上帝啊！你哪会互我安尼？但是伊无失去信心。圣经写讲，约瑟犹原知影上帝感谢，所以伊袂使得罪上，伊袂使行不义的事。所以伊虽然有乖环境，结果几年了，伊做埃及的宰相。结果伊只兄弟啊来乖乖就爱为着良心，离婚啊，乖乖就来办。但是伊毋知影，迄就是因出卖的小弟啊。但是咱看即个故事话，你甲咱提醒，约瑟伊有印象，所以伊的人生的中间伊有看到不同。上帝要应允互咱的，伊看会到，因为伊有信心。所以这是上帝的工课。所以节目嘛讲，我开始甲咱分享遮个，我嘛咱乡亲的，伫咱人生的中间，参照咱今仔日新港广电视台，就是要甲咱启发一个，我就来讲 New TV 啊，新的工作，即个人用手机啊，即个有人用手机啊，变啊你讲我毋知影世界知影嘛，我开始我拢来用手机，我感觉用手机啊，足开钱的，还佫目睭足歹。但是坐姊妹叫你，我即个手机啊贵啦，我送你啦，系啊，伊送我半天袂得开始佫有网络，网络了后又教我怎样，佫处理，佫有 FB 的主持，佫有啥物啊，就甲我讲一寡话当然后好也歹，我拢爱顾你啦就是我还真袂是讲歹势伊要带互我的时，我。因为 LKT 啦，188块的，所以人家排队，就甲我关掉，讲你的用量超标了，就甲我关掉。加载把它关掉，我拢免查。但是昨4月初伊佫恢复嘛，我就看到，足侪人传到我。但是因为咱上帝互咱有真侪祝福、应允，你有想袂到，你有新的感觉。咱毋茫是阮头家，咱对手机也好，对网络也好，对电脑也好，咱会当看到真侪头路音乐方式。文字以外，嘛有电视，咱使用快乐福音，咱来读。你会晓读，咱互你遮个亲人朋友，这个是你做这主的见证。你传播较侪人信主，上帝祝福就加倍伫你的身上。这是我今日用即种的想景，希望咱来看淡薄仔咱的新的广电视台，咱传咱来这里，先放这个。这是阮新港电视台2017年的简介片咱一道来分享，因为的能力就是会做好这样子的简介片我是习惯的共同有声所以禁止来播放这样。咱先看一下，大家为了这个频道也关心支持，我知咱电视足支持的可以播放。来有无？没有。咱除了迄个。咱读经，新港讲会读经以外同款嘛有迄个，就是新延欢电视台的迄个 APP 也是伫赖上。好，那请播放好吗？每日一字。
新没有使用过的，比如说新眼光。造句：每早照镜子，我都觉得自己长得好怪，越看越怪，求上帝给我一个新眼光。新媒体，我们平常在手机、电脑使用的脸书、YouTube、Line 以及新眼光的 APP 都可以称作新媒体。是，欢迎来收看新眼光广告。下面播的主题是成功转型，新眼光走向新媒体。观众朋友，你要看，欢迎打电话0228328000，0228328000，来打电话进前，咱先来看好有8万电视剧的李声阿伯，刘明龙魔术，听我意见，来魔术下。今日咱总会属下这个新眼光电视台，以人手一机，全民低头。这个当中的世代通过这个新的媒体，让这宣导的进步，咱就好来分享，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咱会当将耶稣基督福音来传到全世界，互上帝名热烈啊！请咱大家共同来支持新眼光电视台工作。多谢林博士，咱来接讨厌的电话，拜拜美女，你好。Hello。你好。我拢有在收看恩典悄悄话哦，短短无到10分钟 ，everyday 拢提醒我爱会记灵修，请关注赞啊！是，每日讲到一个重点，新眼光 APP 的招牌节目是恩典悄悄话。现在总共有差不多到70位的魔术参与伫中间，包括陈明志、吴顺先、李凤先、洪进财、大信祥、何建章、黄延信、刘耀东、贾大兴、廖佩贤、胡变贤、杨水华、莫俊烈、陈天祥、陈文斌、何贤武、何永峰、林德秀、林世杰、罗良斌、肖崇业。这是听，好，讲啊树拢要打去啊，而且这名单还阁继续要增加哦。来，咱即马继续来接这个讨论，新歌单小姐，请。在新眼光 APP 里面有很多精彩的音乐节目，除了参与协办的圣诗新颂观摩会，还有马街博士逝世115周年的音乐会，高水准的演出，犹如黄莺出谷，让我忍不住看了又看，听了又听，吼吼吼吼！是，新眼光 APP 内底嘛有9个新闻特别报道，今年阁特别甲文化部合作花博会特别报道，国家指导会指导影片，邀请大家共同来关心，如何用这中山议题来指导。现在来进一段工商服务。好久好久的故事。张伟明、李修、蓝大卫、戴仁寿，这些宣教师，你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还记得他们为台湾做过什么事吗？张德林牧师在新眼光 APP 总好一天。这个中华教会后来也是台湾中国城的是较紧的传教士。翠花俄罗斯心情 very good。2017年圣诗新颂观摩会，前进东部，coming soon。恭喜台湾神学院硕士学位全面获得教育部承认。教会音乐组招生影片由新眼光制作。2017年，新眼光将陆续与长老教会总会、GGN TV、论坛报、芥菜总会合作，敬请期待。每日2字，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新眼光奉献给主，我们的耶稣。这已经真丰富，我毋要搁加添报告啦。还有个就是这个时间祈祷，请咱踊跃这个时间支持 ，OK， 谢谢咱时间祈祷。主我感谢到你，用你的慈爱摸我，你爱我去普遍的传福音，透过有同款的这个资讯，我会当将你的听，甲你对阮演选这种的发挥，会当分享，有更较多人知，特别伫台湾，更较需要做人来明白你。阮若看见最近有真侪遮伫受难、逃难遮的伊斯兰的国家的百姓，有真侪人因为听即款的福音来改变因的信仰。阮若看见伫历史上。